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到功成，如意吉祥。墨爾本 Metro 地鐵正式進入營運階段。維多利亞州政府表示，呢項調整被稱為 The Big Switch， 係墨爾本公共交通系統近40年嚟最大規模嘅改革。隨住地鐵隧道全面啟用， Sunbury、Cranbourne 同 Pakenham 線將唔再經由市中心環線 City Loop， 而係完全轉接進入地鐵隧道。當局指出，大多數車站將實現至少每10分鐘一班車嘅服務頻率，高峰時段班次將進一步加密。為配合鐵路網絡升級，維州政府表示，下個星期將同步增加數百個巴士同電車班次，提升整體接駁效率。此外， Town Hall Station 位於 Swanston Street 嘅次入口亦已對外開放，市民可以更便捷進出市中心地區。當局提醒通勤人士，隨住多條路線及時刻表出現變動，建議出行前查詢最新班次資訊，以免耽誤行程。維多利亞州衛生部近日通報，今年以嚟已確認4宗麻疹確診病例。當局表示，新增嘅2宗病例均同海外旅遊有關，並已公布最新一批可能嘅疫情暴露地點，提醒民眾提高警覺。根據衛生部門講法，所有確診個案均曾前往東南亞地區，包括嚟自布吉島、越南及杜拜嘅航班。相關患者喺返澳後曾經到訪多個公共場所。最新公布嘅暴露地點涵蓋墨爾本機場2號航站樓、多間醫院同醫療中心，以及 Great Ocean Road 一帶嘅旅遊景點。衛生部門提醒，曾於指定時間到訪相關地點嘅人士，需喺18日內留意身體狀況。衛生專家指出，麻疹具高度傳染性，初期症狀包括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、眼睛紅腫及全身不適。若果出現相關症狀，應提前聯絡醫療機構，避免直接前往急症室，以降低傳播風險。當局強調，目前病例數量仍屬可控，但隨住國際旅遊持續增加，社區防疫意識仍不可鬆懈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